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现代人的生活习惯，常常拢会坐真久，或者是徛真久，常常爱徛真久，造成的效果就是扑骹筋，若坐真久就是生痔疮。医用只会当靠手术开刀来治疗，即摆讲食一款上新型的药啊，就会当来改善。 一日要通顶伫耍电动，耍啊真欢喜，抑过像安尼长时间伫旧便所较到着痔疮，其实痔疮的症头甲扑骹筋的症头是同款的。周日庆，这专柜小姐爱徛规工，会使趁真个钱，抑过骹走就挡袂掉啊。有的扑骹筋扑甲像刀棍共款，较早拢用手术去治疗，还有可能佫压起来。即马治疗有新的办法啦。不管是急性期或是慢性期。 我们用口服活化剂处理静脉的问题呢，已经有很成熟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效果是可以看得见的。食药啊，或者个静脉细条血筋较有力，促进血路的循环。连比如时真活泼的艺人沈玉琳，进前嘛捌得着痔疮，嘛真艰苦。对啊，你现在连最简单的坐跟站都会这么痛苦，都会这么困难的时候，那老实讲哈，那生命有什么乐趣可言？ 除了食药，当然上好是为生活习惯做起，加运动，莫徛伤久嘛，莫坐伤久，安尼就较袂治着痔疮。